講起珠海邊度租金高呢？拱北關口呢度呢就吊打成個市區嘅其他地方啦。20年嘅樓齡一房，隨隨便便都要3000蚊一個月㗎。咁新嘅地方遠少少，可能4000蚊大把都有人租喎。等咗10幾年啦，青茂口岸呢終於隔離有個新嘅純住宅嘅樓盤推出咯喎，10幾萬首期就可以輕鬆上車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咩料啦！咁企喺個樓盤度呢，一眼就可以望到個關口啦，步行過關完全冇壓力啊！咁輕軌站啊、拱北商圈啊、免稅店啊、富華里啊、公園啊、情侶路啊、醫院呢啲全部都喺附近㗎喎，個地段真係冇得頂啊！呢個樓盤呢就係11層高嘅一個密度小高層啦，住落嚟一定係比呢個幾十層嘅高樓呢仲更加舒服㗎。35個方呢就可以作為一房，啱晒單身一族啊！49個方呢就可以作為2房，非常之實用。麻雀雖小，但係5臟俱全喎。63個方同埋74個方可以作為3房嘅，空間利用到盡啦，一家人住都唔使覺得逼喎。全部帶精裝修，得房率超高啊！仲可以拎包直接入住，唔使煩裝修添。如果預算有10幾萬嘅首期呢，完全可以自己供屋啊！你諗下，而家每個月啊交幾千蚊租，用呢筆錢嚟供一個屬於自己嘅單位，係咪非常之抵呢？返澳門返工，每日仲可以瞓多半個鐘，仲可以慳埋啲打車錢啊！如果你唔想自住嘅話，出租都係分分鐘嘅事啊，根本唔使愁啊！有興趣嘅朋友，快啲嚟聯繫我啦！